只是我要强调，台湾不是一个国家，因为中华民国是包括台湾、澎湖、金门、马祖，这个是我们在金门的民众一直在强调的，这个是国民党跟民进党其实也是最大不一样的地方。中华民国是一个国家，但是台湾就不是嘛。立委陈玉珍他昨天在内政委员会质询的时候，他说台湾不是国家，中华民国才是。院长怎么看？那他就没资格当国会议员。我会觉得国民党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国家，中华民国当然是一个国家，只是在我要强调啊，是你自己讲的啊。中华民国是一个，只是我要强调，台湾不是一个国家，因为中华民国是包括台湾、澎湖、金门、马祖，这个是我们在金门的民众一直在强调的，这个是国民党跟民进党其实也是最大不一样的地方。中华民国是一个国家，但是台湾就不是嘛。中华民国是包括台、澎、金嘛，这个论点我们从来没有改变过，对吧？难道你认为台湾是一个？我讲委员的看法不是社会的主流意见啦。啊，那我们的看法啦，尊重委员的看法。想要请教一下，因为现在很多台湾民众认为说，就我们护照上面可以把 China 改成台湾。或另外呢，立委陈玉珍他昨天在内政委员会质询的时候，他说台湾不是国家，中华民国才是。院长怎么看？那他就没资格当国会议员。那护照的部分，院长怎么来看？在蔡总统的领导下，我的责任跟工作就是好好的照顾好2300万国人同胞、胡国利民。就像去年防止非洲猪瘟病毒入侵台湾，就像这一次防疫工作还在努力中。我们看到，也因为台湾的努力，全体国人同胞齐心合力，台湾的能力。台湾在世界被看见、被肯定，我想这是最重要。台湾在世界有一席之地，同时跟中国不一样的地方。这些事情越做越好，世界越来越肯定台湾，就是台湾能在世界有一席之地的地方。至于名称怎么样，我们有宪法的规定，护照或者其他方面。用怎么样子的印刷方法，这个要国人的共识，也要朝野的共识。危险喽！为什么险？警察杀人！警察杀人！1、2、3！1、2、3！1、2、3！1、2、3！谁害的？这谁害的？这谁害的？在干什么啦？害死国会议员谁害的？议员都受伤了，你们警察在干什么？张律师长，让我语助。对啊，你没人管，现在连进都进不去，你看。该下台的无招谢啊！进不去耶！问他拿冲啊！哎，你没有哦！你不要这样哦！你不要开玩笑哦！守在这边。喂，警察！如果要断了手，谁要赔啊？你们警察赔得起哦？哎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外交部的警察不要助纣为虐啊！哎，你不要这样子哦！我也在照你们笑。你会要受伤，你们要赔吗？你的是为生不抚养的。他们人命都不顾了啦，还管你受不受伤？危险喽！为什么险？警察杀人！1、2、3！1、2、3！1、2、3！1、2、3！谁害的？这谁害的？这谁害的？在干什么啦？害死国会议员谁害的？议员都受伤了，你们警察在干什么？陈医生加油！还有一个林奕华，抢救陈医生。林奕华会怎么样啊？他有带刀带枪了吗？太危险了啦！有必要这样子吗？这玻璃会破掉了。受伤了！最后一步，然后不要再压了！警察后退！救护车来了哈！救护车来了！
救护车来了，救护车来了，救护车来了。但玉正在里面了。一针就我们要不排队？但是我们还是要有人进去啊。那我们就排着玉针走嘛。还有担架，叫他担架卸下来。你不要走出来。不要看，我们担架进去，我们担架进去。到这边了，担架进去。救护车的救护人员麻烦一下，救护人员麻烦一下。他不救人的吗？在里面妨碍救护，救护人员进去，不丢脸吗？妨碍救护。还没让救护人员进去啦。离谱啊！有哪位哦？还没让救护人员进去。他夹在那里，中间啊！来，等一下，快救护杀人！